親是指父母親，職是指責任，而親職壓力是指父母在教育或照顧孩子時的壓力。父母會經歷不斷嘗試、努力和學習照顧子女，而這過程可能會衍生親職壓力，總是擔心子女的成長，形成親職壓力的原因。常言道，養兒100歲，長憂99。作為父母，往往會擔心孩子各樣所需，例如擔心子女的學習進度、社交問題、就業問題，同時也會擔心自己的管教方式過於嚴厲或寬容。親職壓力的來源多不勝數，父母需要擔心子女的領域實在太多，容易感到身心俱疲，力不從心。親職壓力對孩子的影響。親職壓力會導致家長積累過多的負面情緒，漸漸失去耐性。在生理方面，當家長承受過多壓力時，脾氣漸長，不自覺地斥責孩子，挑剔生活中的大小事。因此，親職壓力也會轉化到孩子身上。當孩子感到壓力時，會產生頭痛、失眠、胃痛等病症，免疫力也會隨之下降，容易經常生病。在性格同行為上，面對家長的語言指責，子女有機會變得孤僻，不願意與人接觸和相處，以及不願與人分享和傾訴。在心理方面，當家長不斷批評孩子時，孩子開始認為自己處處不及他人，從而產生自卑心理。另外，當家長有壓力時，容易將怒氣發洩在孩子身上，令孩子做每件事時都過於謹慎，擔心被父母責罵。久而久之，家長的控制欲增加，每件事都要替孩子作主，不接納孩子意見，而孩子亦會產生過度緊張的情緒。再者，面對親職壓力，家長對子女的態度會令孩子缺乏獨立性，因為父母對子女的過分控制、追求完美，要求子女所有事情都盡善盡美，這些都會令子女無法自主生活，在成長路上缺乏自主選擇的權利，不懂自身規劃，任由父母決定。家長紓壓的妙法。首先，家長應該設立個人的休息時間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家長已經擔當着多重角色，每天的任務都十分艱辛和繁忙。其實家長可以給自己一些放鬆時間，例如抽出20分鐘做些自己感興趣的事情，建立滿足感，與朋友傾訴煩惱，分享喜悅，建立社交網絡，享受一人之境，聽音樂，看電視劇等。這些都能讓家長放鬆，享受悠閒、舒適的自我時間，忘卻那些沉重壓力。再者，家長需要檢視自身的管教方式同對子女的期望。家長總是希望孩子能取得驚人的成就，在各領域爭光。事實上，不是每個孩子都具備卓越的天賦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興趣同長處。與此同時，每個人都會有一些短處。家長要做的不是催谷孩子成為完美的人，而是需要發展孩子的潛能，或者補足佢哋的短處。此外，在教育過程中，家長可以適時稱讚子女，肯定子女的努力，提升自尊心。透過調整自身的心態，親職壓力也能有所緩解。此外，家長可與家人協調分工，共同承擔照顧孩子的責任。父母可以與祖父母或與其他家庭成員商討照顧孩子的時間同方式，共同解決孩子的管教問題。團結便是力量，與其獨自承擔壓力，不如向家人傾訴，大家分工合作，一同照顧孩子的日常需要。此外，家長可以與學校保持緊密聯絡。學校是孩子第二個家，老師與孩子相處的時間較長，能留意孩子平時在課堂待人處事的表現。透過與老師交流，家長可以了解孩子在各方面的表現。如果孩子出現問題，可以與校方共同商討解決方法，這樣家長便不會過分擔憂孩子的在校表現，有助減輕焦慮問題，減少壓力。最後，
家長應該善用社區資源，社區內有各種資源協助家長看管子女，例如託管服務，亦有關於管教子女建議的講座，家長可以尋求專業人士的意見。家長遇到問題時，應該尋找不同渠道的解決方法，避免一人承擔所有的責任。家長分配時間的建議，家長不要一味只關注子女的成長，把自己的世界、生活重心全然放在子女身上，失去了自我同獨立性。家長同子女關係固然需要親近，但同時也要讓佢哋學會走出舒適圈，嘗試面對失敗同挑戰。此外，父母需要擁有自己的生活，不單是子女同工作，還要有自己的社交圈子同娛樂，平衡各項時間，不要只着重將時間放在子女身上。總結：身為父母，擔當着多重角色，確實辛苦。家長的身心健康對子女的成長至關重要，避免令孩子過着身心俱疲的成長路。家長在關心子女的同時，也要照顧好自己，積極面對人生，保持自我。